这段影片就是体育公园甲球场的新兴障碍变数，议员林美燕强调，这毋是也未完工，而是108年开2笔经费，总共285万外所兴建的。结果要入来变数进前，这段通路竟然铺满碎石啊！议员甲市府口说，敢是爱民众行天长路同款。我们要到那公厕，是不是很遥远呐？路上怎么坑坑洞洞的？包括那个门口要进去，还有大石头放在那里。你看，提供这么，你就算里面做的再好，你这条路要进去的公厕的道路，就像挖人的天堂路一样，是要经过考验呐。局长，你看到了吗？看到这款运动场馆内无友善的公共便所，佮特别是爱提供身心障碍朋友来使用。到局长回应，将心比心，一定会马上改善。将心比心，这个像这样的话是不通过我的检视。那个路面怎么去整顿，然后如何能够再就是无缝的接轨。那我们的到迄个款路尾里面公厕这个款的，不要有个人讲的迄个台阶。你看是不是有落差？是。这个我想机长，你要最快的速度去把它完成。有钱开我都你白嘛。对不对？108年。易作允诺了，这个是对残障朋友来讲是不友善的，我们会立即改善。一般民众也是不友善的啦，我们立即改善，我们立即改善。根据了解，干对去年的曾经会刊要求改善，就因为整地以后同款阁是这款，加上便所入口甲铺面阁有落差，相当危险。毛议员会大爱市府赶紧处理。台南新闻，阮志林跟采访报道。